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旅途中行走，经历着属于自己的风风雨雨。有时候，我们会遇到顺风顺水的时刻，感受到命运的温柔，但也有时候，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无法改变一些既定的结果。然而，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，当下的烦恼或许只是短暂的波澜，不值得我们过于执着。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都会遇到挫折，可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，并不是过去的经历，而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经历。过去的事情，无论是好是坏，都已经成为历史，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。无论再怎么懊悔，再怎么痛苦，都无法让时间倒流。与其沉浸在过去的遗憾中，不如选择放下，让未来有更多可能。人的一生，总要经历一些困难和挑战，这些经历让我们成长，也让我们更加成熟。当我们学会接受过去，不再纠结于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时，心境也会变得更加开阔。世间的因果循环从未停止，每个人的所作所为，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自己身上。做事时，或许可以暂时欺骗别人，但上天自有衡量对错的准则，无论怎样掩饰，都逃不过时间的检验。正所谓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不要存有侥幸心理，因为所有的选择都会留下痕迹。善良与诚实是一种选择，狡诈与虚伪也是一种选择，而这些选择最终会决定我们的人生走向。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不为一时的利益而牺牲原则，才是长久之计。为人处事是一门深奥的学问，无论是与亲友相处，还是与陌生人交往，都需要谨慎对待。善待别人，往往能够获得同等的回报。真诚待人，才能换来真正的信任。世间万事万物皆有规律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亦是如此。过于算计别人，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之中。相反，如果能够用心对待身边的人，这份真心总有一天会回馈到自己身上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从来不是靠言语建立的，而是靠长久的相处与真诚的态度来维系。做人最重要的是问心无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，也有属于自己的判断标准，但无论如何，内心的良知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。当我们做出选择时，应该问问自己，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世间的道德规范虽然重要，但真正能让我们内心安宁的，是我们是否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善良。只要我们的选择能够经得起良心的考验，那么即便遭遇困难，也能够坦然面对。有些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最后或许能够得到短暂的成功，但长远来看，这样的行为终究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因果关联的，今天所种下的因，终有一天会结出果。选择诚实和善良的人，即便一时之间吃了亏，但时间会证明一切。真正的好运气，往往会降临在那些心存善念的人身上。人生短暂，我们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计较和怨恨之上，而应该用心去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。过去的错误和遗憾，既然无法改变，那么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让自己从中吸取教训，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无法预知未来，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当下。与其为了无法改变的过去而痛苦，不如将精力放在当下，努力让未来变得更好。真正聪明的人，懂得放下过去，珍惜当下，并且用心去创造更好的未来。放下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智慧，一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过日子，不必与别人比较，也不必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而勉强自己。人生不是一场比赛，而是一场独特的旅程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步调和节奏，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经验，但不必照搬别人的模式，因为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，只能靠自己去寻找。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只会让自己迷失，而真正的快乐，来自于忠于自己，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。有时候，我们会因为外界的眼光而犹豫，害怕做出与众不同的选择，但事实上，人生是自己的，别人的看法并不能决定我们的价值。过于在意别人的评价，只会让自己失去方向，而真正能够让我们获得内心平静的，是我们是否忠于自己的内心。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，难免会遇到各种质疑和批评，但只要我们确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那么就不需要过于在意外界的声音。当我们学会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时，就会发现，很多事情其实没关系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不必纠结于过去的遗憾，也不必担忧未来的不确定性。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当下，让自己活得问心无愧。选择善良，
选择诚实，选择坚持自己的原则，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。世界一直在变化，我们无法掌控所有的事情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一切。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内心安宁；不求功成名就，但求无愧于心。这样的生活或许称不上完美，却是最踏实、最自在的选择。